的全攻略啊！又嚟到奧的全攻略嘅時間啦！嗱，上個禮拜咧 Melody 咧又新嚟新豬肉啦，咁啊開始咧同我哋提供咧就奧的嘅 tips，勁啊！上個禮拜咧我哋咧夾埋咗成4場波直播，好多朋友咧都發現到一個形勢，就係發現到主隊特別強勁。係啊，頭先都好睇咁，都係清一色嘅，基本上咧即係主隊係冇輸過嘅，所以非常之厲害啊！冇錯，不如睇睇最新嘅結果同賽程啦，都見到咧主隊係特別厲害嘅，好多場波裏面大手交易之餘啦，都係唔輸波。係我哋講緊咧西流咧2-1擊敗亞德萊德聯啦，咁啊出現咗走盤同時啦，角球開大，亦都咧夾埋咧有一個入球大勢開出咧就係角球細嘅。另外柏斯嗰批隊識嚟咧，只係咧主隊小勝1-0啫。咁然後之後咧，紐卡素噴射機啦，同埋呢個中岸水手就啱好咧2-2就係平手噶。嗱，斯歐繼續強勢啦，3-0擊敗墨爾本紅心啦，開出上盤同時啦，亦都開出入球大啦，角球總數咧有7個，只係開出角球大就係細啫。另外墨爾本勝利3-2擊敗威廉頓鳳凰啦，出現走盤同時啦，亦都開出入球大，夾埋角球成14個，就開出角球大噶。所以咧以足路計咧，上個禮拜我覺得主隊都有啲着數，不過喺盤路上面咧就難捉少少。再睇埋啦個投注方式統計啦，上盤暫時嚟講咧有10個，佔咗1半啊。走盤試過2次，而下盤咧有8次嘅。入球大細咧亦都見到1半半啦，入球細咧係比較多啲，有11次嘅。角球大細咧可能明顯地啦，見到角球大就比較多，有12場波啦開出角球大，有60%咁多噶。咁我哋又睇下咧澳洲職業嘅聯賽積分榜啊，咁我見到咧第一個咧就係布里斯班斯哈納，已經係9分嘅咯喎。冇錯，見到啦喺開呢個非常氣勢如虹嘅，咁但係緊隨其後咧仲有西流啦同埋墨爾本勝利，比較擔心咧有3支球隊仲未開到齋，包括紐卡素噴射機啦、威靈頓鳳凰同埋墨爾本紅心，而最危殆肯定講緊咧包尾有2支啦，威靈頓鳳凰同埋咧墨爾本紅心嘅。佢都要加把勁啦。咁亦都睇下咧，今次呢個職業聯賽嘅射手榜啦。咁其實第一名嘅就係杜羅奧斯啦。咁其實我知道佢入咗4球，真係好鬼勁嘅。冇錯啊，個飛術嚟嘅呢個。真係咁緊要啊！咁啊，另外呢入3球咧，仲有廿幾位安迪達啦、紐曼啦、祖力啦同埋馬高科利斯。咁所以喺射手榜嘅爭逐咧都係強勁。不過提開咧，杜羅奧斯確實值得提嘅，因為呢位後生仔咧厲害到不得了嘅，88年出世啦，而且咧喺4場比賽裏面入4球，上場波咧更加個人梅開2度。之前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杜羅奧斯啦係成功替補到咧就係離隊嘅馬高洛查士咧就係翼嘅位置，可能喺個進攻上面咧繼續可以加強墨爾本勝利呢個板數。預計啊勝利咧喺鋒力上面咧就冇減嘅同時啦，我諗嚟緊就會加強添啊。講得非常之好。其實頭先你講嘅咧，即係我都知道其實杜羅奧斯咧，其實佢成隊咧都係入咗6球，因為佢自己一個入4球咧，其實真係不得了啊。確實係㗎，咁所以咧聽講話咧嚟緊咧就係重點咧就培訓佢之餘啦。前線上邊咧可能分分鐘有機會咧揾佢打正選前鋒，我都見識過佢嘅射術㗎，入接位置啊，甚至乎啦喺啲角度好窄嘅情況下咧都能夠把得到，睇嚟個射術認真唔錯，會唔會有機會成為澳洲國腳咧就言之尚早啦。咁但係88年出世確實係一個賣點嚟嘅，Melody。後生仔你都中意嘅嘛？你中意嘅 favorite 嚟嘅。我幾多後生嘅。咁啊咁講，如果咧你係後生你中意啦，老人家你唔會太擔心啲咧？都唔會嘅，其實我都係睇實力嘅啫，其實。但係咁樣，我哋講緊咧就係威靈頓鳳凰嘅老教頭摩力克啦，咁啊講緊咧之前咧就諗住高調地帶領咧鳳凰隊重振雄風啊嘛。係啊。但係而家咧我就覺得有啲閉翳，分分鐘有機會俾人炒添。但其實我又唔係咁睇喎，我反而覺得我幾中意佢個諗法，幾 positive，因為佢同埋傳媒講啦，佢 We have to start somewhere。咁雖然佢之前係3-0，最後都追到3-2，係輸咗，但係其實我覺得即係佢咁樣講得出，其實萬丈高樓都係從地起咧。其實我覺得 We have to start somewhere係啱嘅。但係咁樣咧，因為咧其實咧佢呢排咧確實唔知係咪犯太歲咧，之前帶領嘅墨爾本勝利咧就無端端俾人炒啦，跟住手再帶領咧就香港隊又係俾人咧就炒魷魚嘅。我擔心嚟緊咧佢就唔夠時間俾佢咧就係叫萬丈高樓從地起就俾人炒走咗啦。咁即管睇下啦，鳳凰仔啦嚟緊啦啲賽程就可能冇咁硬嘅時候咧，應該有得搞下。但係今個禮拜如果要揀波 Melody，你會揀啲乜嘢比賽俾大家推介下咧？我就已經揀咗咧，悉尼對墨爾本勝利咧就入球大嘅。點解會咁揀呢？就因為其實佢上5次交手咧，其實有3次咧都入球大嘅，所以今次都係揀入球大。確實真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另外2支球隊啦，大家見識到啦，墨爾本勝利
嚟啦，新加盟嘅教頭咧梅斯卡特其實好熟路嘅，對於咧就係球隊上邊嘅進攻啊或者管理好有幫助嘅。呢兩隊波打親都好好睇噶啦，入球大係有保證嘅。另外一場啦，南明今個禮拜推介咧就揀翻阿德萊德聯主場對住紐卡素噴射機。頭先提過啦，噴射機嘅主場或者係作客咧都未贏過波，暫時咧同其他球隊咧都仲係食緊白果，雖然有分啊，咁但阿德萊德聯咧見識過啦，作客咧問題嚴重，咁但係主場咧有啲把握嘅。呢場波我就不再卡算啦，繼續支持翻呢就係功力特別強喺主場上邊由金巴爾帶領嘅阿德萊德聯，希望個主勝可以跑出啦。希望你可以繼續贏啦，你上個禮拜都贏咗㗎。咁好啦，又講翻我哋今次我再 recap 翻我哋揀啲咩啦，我就揀咗悉尼對勝利嘅入球大㗎。而另外咧，南文推介咧都係禮拜六嘅選擇嚟嘅，阿德萊德聯對住咧噴射機嘅主客獲嘅主勝啊。咁好啦，咁講啲嚟緊澳職嘅直播嘅一啲預告啦。11月8號啊，即係星期五咧，下晝4點3咧就係墨爾本紅針對呢個西悉尼流浪者㗎。咁之後就點啊？咁啊，仲有1.9咧，仲會有中國水手對布里斯班真係好緊張呢場波咧，布里斯班真係更係勁㗎嘛。當然啦，要留意啦，就球彩台啦，仲要可以咧上 iTV.com 啦，甚至乎咧就係上我哋嘅手機 app 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澳職嘅直播嘅。咁啊，約定大家咯噃，禮拜五嘅下晝準時再同大家澳職直播見，拜拜。